算什么东西，也别跟我乔峰喝酒。卑鄙小人，不要在暗中挑拨，有种的，你给我滚出来！这是让天下人闻风丧胆的聚贤庄大战。乔峰以一己之力吊打整个武林，第一个去世的倒霉蛋便是这位追魂杖谭青。高的内力不仅破了我的千里追功，还震伤了我。但见此人一口鲜血喷出，显然是被乔峰恐怖的内力震碎经脉而亡。就在此时，云中鹤仗着绝顶轻功飞身而来，欲要救走失职谭青，可乔峰岂会容他放肆？留下吧！擒龙功施展云中鹤登时被打落在地，受伤不轻。在场之人见到乔峰此番出手，皆是胆战心惊。然乔峰并不在意，今日约战天下英雄，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只叹一众高手无一人敢上前迎战。乔峰则率先出手，霸气无比的降龙掌轰出，龙吟声大作，周身10步之内无一活口。丐帮四老纷纷躲上屋顶暂避锋芒。赵钱孙勇当先锋打出一掌，而后飞扑上前近身厮杀。乔峰反手一掌便将其震退数十丈。眼见乔峰如此强悍，谭公、谭婆、赵钱孙三大高手一拥而上，欲要联手击杀乔峰。然乔峰降龙掌何等霸气，每一次出手都雷霆万钧，将三人打得难以招架。谭婆更是躲闪不及，中掌倒地。此刻丐帮四老终于出手，乔峰丝毫不惧，冲杀上前，手臂好似钢筋浇筑，徒手格挡全部兵器。既是丐帮，就有乔峰指出单掌应对。饶是如此，丐帮四老也不是乔峰一合之敌。见状，尤氏双雄祭出杀气圆盾，在内力操控下随心所欲攻向乔峰。乔峰从未见过此等诡异兵器，一时不慎被圆盾杀伤。敢在乔峰面前动阿朱，封号斗罗都得死。好不要脸！此刻乔峰杀心大起，接连几招降龙掌轰出，在场武林人士死伤大半。乔峰越战越勇，犹如索命阎罗，如同砍瓜切菜般将为数不多的武林人士一一击杀。看来要对付杀红眼的乔峰，必须那个人出手才行。此刻的尤氏兄弟也遵循师傅盾在人在盾亡人亡之命而自杀。见到父亲惨死的尤坦之怒从心起，不顾一切朝着乔峰冲杀而去。哪料还未接近乔峰，便被掌劲所伤，倒地不醒。少林高僧旋即刚要出手，还未撑过一招，便被乔峰单手举起。就在乔峰要痛下杀手时，忽地想起师傅玄虎大师自己一身武功出自少林，今日岂能杀害少林高僧？再一看满地尸体，其中也有不少无辜人士。乔峰慈悲心起，不愿再造杀孽。要杀就杀，耍什么花样？你们都上吧，我再也还手了。话落，单正挥刀劈下，将乔峰砍伤。正要再次出手，结果乔峰幸运，忽见一根长鞭将其打翻在地。蒙面人适时出现，将重伤的乔峰带离聚贤庄。之后，蒙面人将乔峰带到了一处养伤之地，并且贴心备好了1个月的食物。